继续关心美国、日本、韩国伫8月份举办高峰会了后，有讲要强化军事合作，所以因伫这个月初9、初10，因就伫济州岛附近的海峡，让撤档了后，佮进行联合军演。演习的内容是，中共伫东北亚的海峡发现有船只，那亲像有载违反国际规范的物件，安尼各国的海军会当做伙去甲砸落来。外界是认为讲，这个演练那敢若是伫针对北韩。甲瑞金号航空母舰搭配，包括美军的星盾巡洋舰甲驱逐舰3只，日本派出的主力军舰是头一只全通式飞行甲板的日向号护卫舰。韩国海军是由星盾驱逐舰利古里尔号代表，虽然有星盾舰独立演习，明目一般的演习科目甲星盾系统，船中的飞弹防具无关，而是所谓的海上拦截。美国国防部针对驻华美军发现的新条机报，根据北约组织海上拦截行动训练中心的定义指出，海上拦截包括命令可疑船只停止航行，佮派遣武装人员定准所在，若有技术和国际组织列入禁运的物品是扣押船只佮逮捕船员。新条机报引用韩国海军高层的话讲，北韩积极发展中程飞弹甲核武，参新型的潜舰作为发射平台，对东北亚的威胁扩展到更较多面向。所以美日韩3国需要加强合作，断绝北韩违反联合国禁运为其他国家引进相关物资甲技术的管道。伫演习结束了后，瑞金号航空母舰会顺路访问韩国东南部大港釜山，有计为12停留到16。除了北韩问题，中国伫东海真接的军事行动也受到美日两国关注。新条机报较早的报道指出，美军太平洋空军指挥部所属原本驻防伫日本九州南边的陆奥基地 MQ9 无人机总数8只，连同150多名人员，会移防到沖縄的加昌纳基地，就近监控沖縄市考回中国海军动态。MQ9 无人机因为会当搭载重1700公斤的武器，包括地下火、反装甲飞弹、甲镭射导引炸弹，所以封叫做死神。不过，新条机报引用日本防卫省的讲法指出，这8只 MQ9 无人机并无任何武装配备，而是专职侦察任务。这也是美军伫全球自用系列无人机部署伫青心关、三德基地、甲广岛关、英国基地了后，搁一个驻扎无人机部队的地点。公司新闻。家人朋友。